你练得这么好，怎么满面愁容的？练得好又有什么用？我在预备营表现得再好，他们一看到我的脸，就只会嘲笑我。难道我就要做一辈子陆小花吗？以貌取人的家伙都是自己没本事，你做自己就好，不要跟他们计较。哪怕我不跟他们计较，这日后上了战场，敌人看到我的脸，恐怕也不会有丝毫的畏惧，只会嘲笑我，嘲笑我，拿我的脸当做他们鼓舞士气的工具。要不你就这样，只露一双眼睛，一骑绝尘。这样？不过这样的话，你就没有手拿兵器了。要不这样，嗷，嗷，嗷，狰狞一点，明白吗？嗷！再凶一点，眉头再皱一点。要像虎豹一样。